忘了那天晚上我哭了多久，我只記得那是我這輩子哭得最久的一次。但我哭得那麼心安，比在你懷裡的時候還要心安。後來我哭累了，他就跟我說，住下來吧。於是我答應了。他也是個很有趣的男人，不過是另外一種類型。他想盡辦法逗我開心，我漸漸的就不再那麼難過了。後來他向我求婚，我自然的就答應了他。